我要一家米人菜，你只干肉的，你的肉啊是嫩软。你在啥子呢？我见你有啥？那么都没叫么的，都胡子老了。老把么子老了。看啥呢？你看一个嘛。我自己等我了。我觉得你这个老，如果你老了，你老了你，我拿多了分钱。在一起的嘛。是。在一起的啊。我这里到起这个呀？么？也，才青春有个才青春年中到的。哦，才个都买了股。么？才个么？不那天个车都拿了干，车子呢？老娘你帮背啊？回家那干？就，固定同个的，固定那就是干。很重呢。这都想起来了。真的有那种。哎，只要那个3年才到嘞。这个那边的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干嘛嘞？一这个才这个，不过就晒。瓜子呢嘛，他多就少了。吃还敢做啥了不？15分钟你吃。